吹过山顶，飞过小溪，请你唔通招阮太凄美。风用的歌，别远犹原无许过，可惜会当接着你的花瓣。风中的批。来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的节目是咱义大破歌声，每一天咱一个2点进行到3点1点钟久的时间，由江林芳林来做陪伴哈，谢谢。线顶已经足侪咱观众朋友伫咧做陪伴嘛，来非常欢迎。伫咧拍扑啊吼，谢谢哈，来感谢。哎，感谢咱这个台南的林大姐，咱的中信大哥、龙大师，谢谢徐爸爸、徐妈妈，感谢咱的林木火大哥，大家好。谢谢中永一江，感谢龟山蔡大哥，咱的也搁有咱吴大哥带铺主的吼，美燕姐姐，谢谢哈，感谢咱宜兰的郑大哥，哇，平湖的美芳姐姐，谢谢中国灯大哥，搁有咱这梅香姐姐、烈意大哥。丽华，谢谢酷酷姐，来感谢莲姐，感谢咱金寿大哥、阿兰市场大哥、台中李先生，以上伫咧甲咱拍捧啊吼。所以去继续要来安排一块非常好听、轻快的歌曲，讲做玫瑰露之恋，邀请咱谢芳玲小姐，掌声鼓励。
谢。哦，感谢。梅花鹿之恋。好啊，感谢咱楚培雄大哥，这首歌曲吼，日语歌所改编的。哦。哦，伫像这个1940年，啊，较这面主是拄啊2021年。哦。啊，几年前呢？哦，80几年。81年前。啊，好久好久。81年前的时阵着，我还阁无伫遮。嘿，我嘛无咧哦，我没有，我没有哈。啊，但是听起来。系，伊原感款是真轻快，对，真有感情。梅花鹿之恋，这江蕙冇翻唱过，吼。对啊，对啊。来，安尼2首歌曲了后，咱即马即个时间就要来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哦。咱来看卖，今仔日江林老师安排什么歌曲要来跟你做互动哦？嘿，来头一首歌曲是咱即个月光的海边。啊，这个歌曲是咱做这个文学先生，来哦，好听的歌曲。月光未行到海边来，思念着昨日红悲哀。第2首我的歌《相逢后壁沟》，这首歌曲足侪咱观众朋友喜欢的啊。日头要落黄昏到，心事重重乱草草。好来，安尼我介绍一下老师啉一下茶咧。来，第3首歌曲是《若是有一天》。若是有一天，我要记你我的名，麻烦你着详细讲予我听，讲咱的故事。一生的风雨，还是我会想起咱的所有。两做的歌。来第4首《感谢你的爱》。感谢你的爱，你总是伫阮身边，因为知影你的好。阮希望陪你行人生的路。来，第5首歌曲《港都好男儿》。海风吹着，悄悄下起，港都生活。全靠勇气情谊。来，另外咱这个第6首是咱这个《秋风入人心》。为着你半途情断，饮酒解草烦。第7首，今仔最后一首哦，哈，《领导》。家来转目根烟开，甘咱去迎暗山下回，引导。来，以上拢总有7首歌曲吼，7首歌曲跟咱观众朋友来共同吼来做互动吼。电话卡8326-317。8326-317。好，谢谢。来，玉慧姐姐第1名。你好。哎，班长呢？哈。好，来。几人会？好来。秋风入人心。好，谢谢玉慧姐哈，平安，谢谢。好。
希望你的心。 OK， 无问题。收到收到啊哈，来郭大姐好。我要听第三首。好，那是有一天，好，OK。谢谢啊。来刘太太，我要去等着，那是有一天。好，把你下开哈，好，谢谢。来金芬姐，帅哥美女好。好，我来选雄红后壁高，我来第二首。雄红后壁高啊。好好，把你下开哦，嘿，好。阿姨你好，思昌大哥，你好，主持人我爱，好，这个要点人道，人道第7首， 1940做一间拄下开1Q402回忆只能差不多间。哦，这两首差不多哈。哎，哦，安尼我这位前80几辈你，好，思昌大哥哈，80几年了研哈。究哦。感谢哈，谢谢刚刚提醒哦，嘿，感恩谢谢啊。这歌吼唱互来人听吼，对啊，伊知影话，对啊吼，伊。知影就这破心无好找啊。嘿嘿，你看卖，伊讲号做咱这个啊，甲拄则迄首上红后壁高这拢总甲玫瑰路集团拢总80几年了吼。来你好，蔡妈妈。啊，你好，老芳玲。嗨。芳玲你好。你好，爱人点歌吧。哎喏，周末愉我快，要点一套的。好，一号来海边。月光的海边我下，开哈，来，文熙蔡妈老师啊，妈平安哦嘿。对好，对谢谢对对。对来，周勇一奖。好，哎，奖你好，秋风女人心第6首，好，感谢哈，好平安哦，嘿，谢谢东龙大哥，好，嘿，加油，嘿，加油。第3首哟，我来，那是有一好天，好，没问题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彩云姐啊，按第几首？第6首哟，秋风女人我心，听啊，吼，手甲泪啦，吼，好 OK，好的哈，谢谢有两哦哈块歌词，来，哎呦，这是拄则是米彩云，即摆是米云米姐啊。粉姐啊，你好世间哦，哎，啊，拄则一个金云啊，你目看屎目屎山云拢下山，拢目上山哈，屎出面来哦，天公庙啊，感谢你诶，感谢你的爱，第4首，好，来啊，你是米粉姐大诶老公的款啦吼，啊，好，谢谢，来你好，你好，来，好，吴大哥，哟，你要听第首？第三首，然后那是有一天，那是有一天，OK，哦，好，平安，谢谢，大家快乐好，啊，好，再见。来，梅香姐姐，芳玲你好。梅香姐，好印度。人道第7首，好，没问题哈，好，OK，谢谢您哈，平安哦，嘿，好，来，菊丽姐姐，你好。好，你好。甘州好男人。江都好男好，这是儿，咱菊丽姐姐，好，谢谢，来，毛大哥好，喂嘿，毛大哥，喂要听第一首，喂，来听电话内面的听声电话当音，互你的声，你才听对，得到听我的声电话当内面的声音哦，嘿嘿，啊若无会收慢咯，因为这小红位置。啊，大哥啊，好，来，该上红下开哈，后壁到第2好首好，OK，收收掉，掉，谢谢，来，秀珍姐好，喂，那是有一天，那是有一天第3首，这是咱秀对对，谢谢，好，好，平安，谢谢，曾大哥好。你好，哦，曾大哥，要听倒一首？喂，曾大，来，哦，感谢你的爱哈，我写开哈。好来，好，谢谢曾大哥哦哈，谢谢，好，来，我有听到哦。剑山大哥你好，欢迎姐姐你好，嗨，今日点上红啊，壁高，哦第2首， ，OK，好，给你写开哈，谢谢您，来准备哦哈，来。今仔日老师你若是有一天先准备第1首哦，小太芳玲呢来唱迄个《相逢后壁高》哈，谢谢。来，你好，陈太太好，我那边点歌嘞。好来哦。来，啊？对对，你点歌来听电话筒，互你的声要倒一首。你爱听电话筒，互你的声哦，哈。哎，电视嘿嘿甲关静音电一下啦，视那个切掉静音哈。啊，你要听倒一首？陈太太。要
领导遐，好好。我来第7首。来啊，林专啊，上山时阵会记得听电话等候恁的声音哦，因为这话车电视吼，伊这么下去，如果倒来是信号的时阵哦，伊会 delay。哦，所以讲你绝对要听电话内面的声音，来了解无？金门大哥，今日要听倒一首。那是有一天小等的唱我你听。哦，这是咱的金门大哥哦，哈。好的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康康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康，小李老师帮你直接大家好。第4首，感谢你的爱，感谢你的爱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来，青冈大哥。时间到，最后一位啦。嘿，李旭啊，小王啊，大哥好。OK。好，来，乐歌，谢谢。来，那是有一天，江林老师献唱，咱的郭大姐、刘太太、东龙大哥、破竹吴大哥、秀珍姐啊，金门大哥所点，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，谢谢。有一天，我袂记你我的名，你着详细讲予我听，讲咱的故事，一生的风雨，唤醒我会想起咱的所有。若是有一天，你袂认你我的人，请你唔通去抓我的男，我的胸坎有小小的温暖，曾经陪你寒冬每一暗，算我人生白头鬃，牵手行到袂振动。是咱双人一生的愿望，总有一天，身边的欠一人，唔通袂记你咱，来生再来看。有一天，我袂记你我的名，麻烦你着详细讲予我听，讲咱的故事，一生的风雨，唤醒我会记起咱的所有。若是有一天，袂认你我的人，请你唔通去抓我的男，我的胸坎有小小的温暖，曾经陪你寒冬每一暗，岁月人生白头鬃，牵手行到袂振动。是咱一世的双人的愿望，总有一天，身边的欠一人，唔通袂记你咱，来生再来看。岁月人生白头鬃，牵手行到袂振动。是咱两人一生的愿望，总有一天，身边的欠一人，
人袂记得咱来生再来看。若是有一天，谢谢。若是有一天啊，就是袂记得去啊。哎呦，你是谁？连家己叫啥名拢袂记得。伊个人拢袂记你啊。哦。你问我，我要问啥物人，我已经袂记你啊。我。啊，伊讲。我是一片云，嘿，迄就来啦吼。对。啊，其实吼，咱人诶，若讲记性啊，甲记忆较无好诶时阵吼，拢总是有人讲啊，我年纪济啊，吼，拢嘛加减较会退啦吼，对啦。其实不一定哦，吼，有个人迄一工吼90几岁啊，吼，迄读较记着偌清楚咧。啊，就咧讲，人都爱保养爱保养啦，咱的汽车机器拢共款，有对保养吼，伊就挡较久啦。哎呀，咱即摆吼，咱人的头壳内底有这脑细胞，拢总1100外粒呢。哦，爱这一粒一粒连接的，啊，这若讲，哎哦，拢牵掉咧哦。如果你若其中一粒歹去的时阵呢，啊，我咧讲吼，伊连接即所在就连接袂着啊，就烧毒去啊。袂过电。啊，有的人吼，一粒直直歹掉去啊，啊，你就无咧甲照顾啊。啊，但是呢，无照顾无大劲，佫煞落脑头壳内底即个细胞歹去了。爱清会出来呢，这叫做粪素，所产生的粪素叫做吼贝塔类淀粉蛋白。这个内底呢，如果若是无甲清出来来讲，人讲哎哟，你头壳内底拢底粪素对，伊就是咧讲你内底咧底迄种贝塔类淀粉蛋白。愈底愈济怎甜起来呢？啊，甜起来了后，你头壳就杂杂啦，杂杂就袂清楚啊，讲着话啦，创一个代志拢总爱顿对无？对。哎哟，雄雄今仔讲，啊，我都想讲要出去。工林因兜，是啊，就住伫我隔壁尔，啊，我安尼行到门口口穿一个。物件传口讲，啊，兜是要去倒去安尼，茫茫渺渺袂记哩啊。其实拢总一个动作尔，就是讲出去外口，啊，做鞋啊吼，咱就鞋啊穿一双啊，做鞋啊停开了，全徛掉咧，讲啊，我当是要去，我今仔出到外口门口口。行往何处袂记哩啊？忘记了，这都是。粪素无清，吼，粪素无清啦，吼，老师拄唱这首歌曲的时阵，吼，甲咱观众朋友来做分享哦。清掉，爱赶紧甲清掉。头壳才清，才电记才好。对，迄有人讲我记着，迄电话记着100几支啦。是啊。哎呀，200外支，我曾经捌拄着一个，我一个大哥，伊会当记500支电话，记伫头壳底哦。你啥物人甲讲，伊只要记开了后，伊拢总完全就是记掉咧。好啊，但是有个人去讲。我都10支嘛记袂掉，干来阮兜迄支电话就记袂开。这个，敢若似曾相识的，啊，我都阿孙啊啦。阿孙啊，要记你啊咧，系啊。包括参阿孙啊，先转来吼，无几岁啦，10外岁的时阵就记袂掉。啊，你。对，安尼你袂出来。你袂出来。啊，即个来这就是啊，这莫小笑哦。笨手。即过来做这吼，就是已经较老化去。对啦。啊，即摆有找出着这个原因，就是讲咱头壳内底这个细胞未阁洗对无？啊，伊若坏死，就会变成产生像这个贝塔类蛋白。哦，这就是咧会卡伫咱个头壳就对啦。你也必须爱甲清除掉安尼。这拢经由做这研究，吼，以后报告来哦。嘿，啊，若清会掉的时阵吼，头壳都袂安怎袂顿啊啦，吼。好来，老师准备第2首歌曲，放你来进一段广告时间哦。观众朋友，今摆要甲咱介绍的，就是咱这个4合1的，咱的红景天啦。吼，阮的红景天会使讲是今麦目前业界足厉害，因为咱的纯度有够，咱这高倍数浓缩，而且内底有4种的成分，拢总是目前市面上大家真肯定的。内底有纳豆激酶，而且咱的纳豆激酶是专利的纳豆激酶哦。无但是内底有日本的 Q10，还佫有即麦嘛真夯的叫做红曲，就是咱公路内底的清道夫。其中咱的红景天哦，咱这个啊叫做红景天嘛，就是咱这个天树草，迄伫西藏高海拔才有诶。咱若讲有要去啊，以前会当出国诶时阵，较高海拔诶，就甲你讲叫做哦，1个月前都爱食哦。食这红景天是要创啊？是要互你诶公路内底勇气，
咱这个气啊会饱，氧气这嘿，这塞会行。你公路内底拢充满着氧气啊，你氧气如果不足的话，塞袂行。我咧讲哦，就安怎戆，就要塞袂叮当嘿，你的循环就会变歹。来，红景天上介好，即马将这4项上介好，对着咱公路循环的。拢总真大帮衬，甲做一盒，内底一粒内底就有4种的成分，而且做高倍数。啊，阮这一盒内底拢总有60粒装，你咧食的时阵吼，一天只要甲食一盖，食2粒就可以啊。这一盒里面就可以吃1个月、1个月哈。啊，咱这1个月时阵，观众朋友啊，阮这已经卖足久啊，招牌哈，一盒2000块。买2盒犹太价小2800块，你若甲我买大组的，4000存2800。买大组的时阵呢是5600块，对无？5600块是4盒5600块，但是咱特别有优惠5000块尔，无大紧吼。来，伫咱的节目咱拢会知影讲观众朋友来登记伫咧食，要互你较优惠的，所以讲咱拢会搁加送1盒。1盒吼，1盒的时阵就是5盒，嘿，5盒就5000块尔。只要要互咱观众朋友是1000块尔，1000块你就会当食1个月来做着你的公路内底的循环，甲你做哪吒对无？互你公路清，互你公路球软哦，会弹性哦，搁再来先吼勇气饱，甚至这个碰扑啊，你咧行路才袂咧，才袂喘啦。哎呀，人讲那奥多麦就穿5个啦哈，对哈。来，今仔日吼4合1的对不吼？买4送1的嘛吼，5000块。这个好康的吼，这次5倍券来，观众朋友将你5倍券给摕出来哦吼。来，这5倍券来摕出来哈。今仔日摕到1000块5倍券，公司再加送2盒，1000块加2盒啦。5000块部分本底就5盒5000块对无吼？你搁摕到1000块，甲加落去的时阵6000块，就是会当摕到7大盒加码哈。来，头前的专线电话开始，咱观众朋友来卡0800815181。来0800815181的电话哦吼。你来记得，今仔日有加码吼，咱这次5倍券的时候，你只要摕1000块5倍券，你要买大纸对无？5000块，你甲加码落去的时阵，咱会当搁加2盒，1盒剩500块尔。如果观众朋友讲说我来买细组咧，来买细组2盒是毋是2800对无吼？来加购价600块，赶快搁加1盒，08008151810801815181，好，老师来准备哦吼，咱即马电话哇拢总上线，谢谢你们哈，来电话。即马开始，互恁卡哈，昨咱有时段有买到的时阵，有敲电话你来甲咱主文交代，咱我们大概今天拢总会到位啊哈。来08008151810801815181，谢谢。来，先安尼就好。知影咧吼，来喂你好，喂，我咧，翠英姐你好哈，你，哎呦，哎呦，这徐爸爸，是。大早买一组吼，好，甲你写开哈，你捌食过无？食过啊，食过，唔知啥，你要较大组。安尼哦，大哥，你食安怎？你安怎？你食安怎？大组一组啊。好，谢谢哈，感谢，谢谢，好。你看卖，买过啊啦。伊讲有用过啦。有用过才会买大组的啦。人伊个足干脆讲就好用，唔则要对啦。对无？迄钱都未刷啦，卡讲对无？凊彩沙就有，咪像了凊彩万就有呢。对。来，咱咧观众朋友，你的亲钱吼，辛苦的钱吼，你买到上介好的产品，会了解无？好，来准备唱歌啊，线卡。来，我来到这电话啊啦，吼，这个时间是我唱，你唱，这摆人上后壁交是。来，安尼是我唱哦，安尼互小姐食就好哈，谢谢哈。来电话吼，观众朋友啊，你若这段时间吼，若有需要小姐甲你做服务，你即马电话赶紧线卡搁甲卡落啊吼，小姐伫线卡甲你做服务哦，谢谢。
人过，阮嘛一年一年老。有时互你相逢后壁到。感谢咱的秀霞姐啊，搁咱的烈义大哥啊，搁咱思昌大哥、郑大哥吼，咱的训昌大哥伫咧甲咱拍婆啊，金主姐姐啊，感谢您哦吼，谢谢，来感谢咱观众朋友，来刷卡咱观众朋友吼，那有需要芳龄吼啊，迄个芳龄甲工龄都咧做这部时间啦吼，啊，如果你若讲吼要互阮服务，其实你嘛会使等伫讲，那一定工龄两个服务的吼，你会当等甲刷卡。阮落节目了后，你电话再过甲咱卡，吼。啊，当然，咱节目伫咧进行的时阵，吼。咱拢希望讲吼，节目该做的完整，啊歌加唱开对啊。啊，所以讲恁有当时啊，先若如果来讲啊，要交代吩咐啦，需要咱服务啊。对啊。阮有当时啊，阮就讲者啊，大名先登记。对。电话号码先甲你写起来。对。吼，啊，有诶一寡新朋友啊，这一通电话问落去，都要2-3分钟啊。吼，啊，咱即摆先登记一个做这姓名，啊，稍等再甲你回拨安尼。对对。哦，你搁免开钱啊。哦，是啊是啊。对。好来，啊，咱观众朋友吼，来即摆呢，继续安排这首叫做《秋风如林》，是毋是你的歌呢？对吧？哦。啊，你无要广告啊？哎呦，哎咯，爱进行广告咧吼，我即摆呢要来进入广告时间咯，谢谢。来，秋风如林。甲咱介绍，就是互咱观众朋友食记忆的好的啦，叫做记性好。好，记性。人阮这项吼推出了后，观众朋友讲食，差不多3个月经过的时阵讲，哎呦，芳龄啊，我即马吼，若去到门口安尼穿鞋的时阵，本庄讲要来隔壁阿姨嘛遐搭过街。迄鞋啊，一个穿好的时阵，已经袂记得讲我要创啥。对。即马想较会开啊呢，嘿，有改善啊呢，较袂吼不断咧找无我的目镜，找无我的手机啊呢。来，你甲食看卖啊咧。咱这内底呢，咱的记性好内底特别有这个猴头菇萃取的多糖体，伊专门咧清咱这内底粪扫。足好。吼，人讲贝塔类淀粉蛋白，甲你排出去，粪扫若清会出，这内底才袂安怎？才袂杂杂啦，嘿啦，才有空间啦，才袂小度啦。对，伊这我咧讲吼，伊这安尼一粒伫咧加连接的时阵吼，才袂去小度拍压输去啊。啊，你若生的时阵对无吼，
像迄电线钢管就未过电啊。对对。啊，有当时就死咧啊。系啊，这个就是电话会死呢。用这个形容的时阵对无？嘿电话死咧，就敢若亲像咱头壳钢管啦。对啦。啊，都要上三乃，上袂连接安尼啦。对。啊，这吼，咱伫推出到即摆主持的时阵，已经几落批啊呢。系足济批啊吼。啊，这个物件，我甲你讲哦，观众朋友，你若无耐心，你就买啊，你就买买啊，吼。伊这咱像这个吼头啊，伊算真精密的对无？系对。啊，真精密的时，你无可能讲像讲啊，有的人讲腹肚痛，甲食的时就吼滋生地痛、止肚止流。是啊。这个头壳你咧食，上次就要食咧一盒、两盒安尼。吼，啊，你就互你的感觉就对啦。对。吼，互你的感觉。你讲哎呦，咧唱，但是较袂唱甲较久啊。大概差不多咧食。哎，较袂讲较顿听哦，吼，对无？吼，来，今麦安怎卖？搁甲咱观众朋友来，新朋友您注意听哈。我们今天还是有个特惠价格哦，吼。来，今日咱一盒呢，这我咧讲吼，就是一个月份一届食2粒尔，这一盒就是2500块。咱即麦甲咱主文交代时阵，来，观众朋友啊。因为呢，要互咱观众朋友，毋是一天，毋是一个月，上少你若有法度耐心甲阮食3个月时间，绝对要互你家人家足清楚的啦。包括你的身边的人，你的时势啊，就讲，哎呦，阮爸爸妈妈即摆来加遮成功着，来3个月哈。所以讲，你即摆甲咱主文交代的时阵哦，注意听哦。你若甲咱买记性好，买一盒2500块对无？来，今仔日咯，这档期。一盒，加落去对无？共款2500块，来再加上一盒。所以讲咱今仔日你甲阮主文交代时阵，一届买1送2，电话挂金卡2500块哈，7500块。我咧讲这是有专利的哦，有专利的哈。证书规排伫遮哦。阮迄是拢有证书的哈。规排伫遮哦。观众朋友，连芳林即马嘛家己伫咧食哦吼。咱今年我咧讲啦，45岁开始的时阵，拢总爱照顾啊哈。我来先登记，规个拢总是咱的证书哈。观众朋友来0800810581 08007000。7500块，今仔日就是要互咱观众朋友做优惠，你的5倍券可以使用。7500块。嘿，即马今仔个收2500块，买到3个月份来。0800810581 吼，真济是大讲，好，遮好康着，就是遮好康吼，啊，就是要互咱观众朋友讲吼，像迄天，咱住伫中立。一个李大姐，才来讲，江林啊，吼，迄个甲江林讲是讲，有影呢，加足清楚的呢，啊嘛甲暗时啊伫咧困的时阵，加足好困的。我咧讲吼，人来讲吼，一暝若困无去的时阵，3工拢洗身对无？你食阮的鸡心好，会加足好困的吼。来0800810581 来电话，即马拢互你卡，啊，阮吼。过来唱歌哦，电话哦，来0800810581，谢谢我们的陈大哥，感谢咱的阿舅姐啊，谢谢，感谢咱的哦，咱的明山大哥哟，谢谢哈，哇，电话我来道歉哈，来秀珍姐，哦，哎，我来看过来，来，好来，导播，我来唱歌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今麦来道歉电话啊，哈，谢谢。来哦，观众朋友，即马等下现场啊！我来到这电话啊，因为即马拢总满线吼，哇，还佫有4个观众朋友伫咧等台，来恁加等一时啊！对，你接电话。好，来。后拄的时阵啊，讲清楚的吼。啊，咱咧讲做这个日常生活有诶记忆歹的吼，系啊，袂使搁讲啊，我也无讲啊。哎，我莫讲伊我名就好啊，你当位，敢是安尼？喂。实在较坦白啦吼，现场的节目就是安尼。用手解偿还，
生的心意，予阮也来比。甲分享真难禁，饮酒伴月沉，怨叹女有生心残忍，像风雨人生。秋风愈人心。我这首歌其实咱玉慧姐，咱的会讲，咱彩云姐也收点的哦吼。啊，咁拄则咱的上红后壁高是咱的金云姐姐、毛大哥、咱的剑山大哥，跟咱的青港大哥收点。感谢恁哈，啊准时就上线甲咱点歌，啊嘛感谢线卡，咱的中永会讲秀霞姐、徐爸爸，啊个咱市场大哥彩云姐啊，蔡妈妈，啊个咱千怡姐姐、玉慧姐、富祥大哥，咱的蟑螂姐姐伫咧甲咱拍扑啊吼。来，感谢咱的刘先生线卡伫咧甲咱加油哦吼。来，观众朋友会记得，咱若有需要吼，阮甲你做服务的，你线卡电话赶紧甲卡落。把握机会要把握，要把把握吼。无当定定安尼。嘿啦，啊，我咧讲吼，咱人本地就安那，哎安尼真功啊。对吧？倒一个要安尼动工，是啊。也是讲出去毋知通好转来。对。诶，我咧讲吼，如果咱厝内底啦，咱家己就好啊。这呢，像讲这一次，我希望咱观众朋友是为着今日时势咧照顾家己的。你甲想讲，你若是如果有一工像工人拄则唱一首，若是有一工。我的名。对啊。啊，若袂记得你名，是念烦恼呢。是念我咧讲，连出门嘛袂记得通我转来时阵，是说啊是爱烦恼的呢。是说啊是爱我咧讲，爱有当时啊头路软棒咧，爱甲咱照顾呢。是啊。啊，这是会当做调理的啊，这事先会当预防的呢。你即摆现主是头壳钝去啊，对无？骹手缓慢，对无？对啊。意外平常啦。对啊。意外发生啦，吼，啊，即无应当安尼啦。哦。所以讲，你即个物件，吼，咱就像即个电脑啊。你要甲顾好。对。吼，咱就像这骹手伫行路、生活，吼，啊，咱就记住安尼，安尼毋才有意义。对啦。吼，啊，若无时阵，就是来讲的，安尼都。啊，都袂记得家己啊。啊，都毋是讲者袂当改善，啊，过去的当中先都安怎你知？你想要买，吼，嘛无即个物件，我讲即摆现主是人，真福气就对。福气吼。啊，豆，伊都发明吼一寡像这新的一寡物件时阵，啊，对咱像这人体有帮忙啊啦。来，引导来。好，来芳玲来献唱这首哦，谢谢。这首歌其实咱市场大哥特别交代，这是一孔数控米哦。来，梅香姐姐、陈太太收掉，芳玲献唱哦。
晶姐姐，感谢咱的桃园梅香姐姐。观众朋友啊，即马赶紧搁倒来现场啊吼！来哦，恁拄则吼，安尼卖户敲电话来讲，电话敲开时阵有满线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恁爱加量一时啊。这一次的优惠价格哦，注意听吼，咱是7500块哦，咱这一盒就是爱2500块啊，这一盒就是互你食一个月，一届甲食2粒就可以啊，因为咱这特别有啊啦，专利的，佮有功效专利的哦，观众朋友一盒2500块，咱这一次这档期哦，特别甲恁清楚啊。再加送1盒，咱这个功效专利不简单哦，我跟你讲吼，你有那种使用咱的5倍券对不？来，恭喜你，再加送1盒啦！所以讲嘞，吼，观众朋友，你即马嘞加上5倍券，安尼会当摕到买1送2，7500块，甲你收2500块哈。这3个月若食完的时阵，一摆就要叫你知，我跟你讲吼，你会要食你会满意吼。加足清楚的啦。嘿啦，卖不等吼，伫冰箱内底摕着吼，去找着你的老花眼镜。袂互你开冤枉钱哈，阿姐啊，阿嫂啊。绝对袂哈，来咱这时段电话即马开始卡哈，08008158100800851181哦，电话赶紧甲敲通，互你安尼清清楚楚，吼，清清楚楚哈。来08008158000800851181，谢谢。观众朋友，来，谢谢哦哈。来，因为吼时间的关系，观众朋友，咱即马电话来敲入来的时阵，电话敲入来的时阵，啊，小姐甲你做服务哈，谢谢。吹着小小声气，人多生活，全靠勇气前行，提出勇气，尊重正义，做着好男儿。有野的港都好男儿。海风吹着。下起，人多男儿为爱付出情意，只有真情，并无去为纯情对待伊。港都好男儿。
存着情义，做着好男儿，这就是无野的港督好男儿。好，谢谢，感谢咱观众朋友今仔准时收看咱吉他播歌声的节目。来，刷卡，到节目了后，芳龄刷卡继续甲观众朋友做服务。你要找到芳龄来，你就甲卡0800815181，另外一线83263176，谢谢。只有真情，并无气味，纯情对待伊，这就是无野的港督好。